先来看政治消息，团派要拼人气。先来看国民党这边，国民党新春团派党内四大天王拢有出现，当中是吴敦义前总统马英九加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互动真好。那立法院长王金平则是主动甲马前总统有握手。吴敦义敢有要选总统？伊目前还未表态，四人一举动拢变成人关心的焦点。 国民党新春团派，大家互相礼让，也毋过什么人代表国民党来战2020的总统大选，都无遐好瞧啊！党内四大天王，当中是吴敦义前总统马英九，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徛做伙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徛伫另外一边。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 2020的大选会使如什么人的意？团派结束后，王金平先向边仔这候选人握手，后来大进前主动甲前总统马英九握手，引起人的注意。虽然伊嘛向吴敦义问好，佮提出伊摕到的红包。早就表态参选的朱立伦表示讲，党内初选是愈紧愈好。也毋过王金平伊无安尼想。现在不是天天大家都在准备吗？依照往例呢，都是在5月才登记嘛。 吴敦义敢有要选，也未讲明。你觉得韩流对于国民党初选会有影响？我完全开放的嘛。甲其他穿西装人比较起来，马英九就穿了比较较轻松。目前国民党党内初选规划4月份开始，6月份投票产生人选。除了这个时间，初选的方式也未确定。国民党党内有遮侪人想要选，这个局势有真侪变化。